大家应该还有印象，在桃园龙潭嘅面板大厂发现油塔在2015年12月底封管，废水总开废数唔排放出去。施工原来因受到污染嘅受厉害，总算有好转败嘅。世界有名嘅大厂为家庭做安泰嘅改变，如听错爱讲到新浦乡亲嘅档案同大饼。其实头下大多数嘅乡亲没怎么保守哦，将自家嘅米卖唔出去，将睇工厂是投入嘅生意呢为冇投入，故所贵难同大家牵强起来，抗争都唔拉烈，又到公部门推来推去，居民都改枪叫配火柴，好得有人行起坚持下来。又強用理念嘅人常常行進來，居民對家鄉因來應認同，沒有公民團體推能聽數，堅持嘅施工人總算抗爭成功嘅。不過，數個家鄉嘅行通無認證工廠封管呢，都停下來。因能證呢，受厲害數個協會繼續監測水質，未會防新嘅污染源發生。希望受厲害使得多轉去，因能完善世界按清槍嘅用嘅。每位由韓國多年向下來從事環境議題。还我亲近萧礼希。居民台上抗议，因为流淌中烟路嘅排水沟工厂，为了排水沟越太越浅，还会改变排水方向。居民建议南白工厂可能会用两类排放污浊水，为这个污染度小厉害。那水文本来就不是流到萧里溪的，为什么会设计一个那么大的量体逆向的水文流到萧里溪？这边的工厂、这边的住家有超过几千户，它的生活污水、工业废水都会往这个水沟流向萧里溪。市政府对这个部分有没有做一个解释、做一个处理？我们跟顾问公司在讨论完之后，我们的整个道路排水的流量是全部中原路从上游一直排到这边，就最低点往道排，然后清源路的部分它本来就是排到萧里溪。哦，所以可能各位比较顾虑的，应该就是这一段工程的施工范围。为受顾小李行嘅口号就在高出现，提防住就马嘅迁移，記得總係就提議，到冇簡單控制嘅施工業，但到就才發現冇個排放污糟水的，下股也倒轉來的，看用辦公也會受顧人。今天這個平常的水就流向龍潭了，我們也不知道，我們都不說很多，但是假如持續要往萧里溪施工，我誓死反對，我一定會帶人來這邊守着，就是不能施工就對了啦。萧里行係推翻罕見嘅甲類水體，不過發現有團隊2009年得到防流水排放氣口過後，等於超過3萬噸嘅污糟水從近排落去，造成嚴重污染。2天應該講幾千甲啊，提我準備來啊，該按到2天嚟是否重視啦？睇埋啲冇鏈排放嗰些留下來啊，喺全部要做政府唔敢公布。大家嘛唔知個水到底搶啊唔搶啊？啊搭配政府嘅休港嘅工作吼，出目種出好嘅啦。但是我哋嘛啲，我哋個螢火蟲唔簡單嘅。居民也擺到嘅路項抗議，希望萧里行嘅好把水走得變強烈。還我親近萧里希。你的東西是一直沉積，韓白董愛講，我2幫煙來講呢，你要訓煙我都唔敢去啦，這情何以堪？這個全台灣省少見的一個甲類水體，私奔懷孕有達10幾年就玩光光。突然用錢去抗議，從頭到尾參加幾屆抗爭事件嘅全線嘢，看到變色嘅好把心肝動土，決定出來卡頭氣。其實全部人希望呢污染能夠停止，就得停止。不過馬上要起個抗爭嘅最頭線啦，所以我一直講，我來做。所以簡白與推背全部上愛到高位改名啊！召集人一定愛兩三嘅，檢察佢個舉牌取締㗎，佢係唔該召集人嘛，唔係希望唔對嘛。條下馬為了向前進合現代冇人過。人就會講，哎哦，你冇抗爭哦，你抗爭，報紙出個米會賣唔出去。佢哋兩隻工廠係動態工廠，當到啲原來嘅CO啊，不行嘅啦，都該上班，係抗爭，個工廠係本到個抗爭狀態嚟些。
大家会事业。前头线社区会并冇成果，包每家每户发水面单，大家怎了解是千足嘅年会，唔讲用嘅抗议出系第5道规矩。你认为讲导电度150到200人，头牌所以当到下讲当到啊，啊唔过佢政府度了头设的标准系750嘛，佢750是下讲冇系佢全部会是这样啊，问题佢设到750啊。用嘅检测都系合格嘅，考试都冇难考，唔过某些上出按用唔得，也好得入心眼意，溜溜少少教热。跟还读前面的人哦，有些心灰意冷，因为没结果，其实还得继续排。但是我们后面又号召一批人，又持续下去。唔种听本单地中国是条路，转到家乡看到面头前嘅好吧，自己唔系限世界下嘅小旅客，出集体为出嚟抗争。大家是那结果专属搭嘅环保署，所以其他市道你因情形吼，对其他来讲哦，太小啊颗，无每我就啥又等于说啊，其他看唔起我就啥小律师，又感觉是谁都该态度。哦，该下其他是又效果，又出来接见，所以我是到你一条抗争的路啊，吼，到底是采取激烈，也是会妥协。有监控公园找宽片提直播77摆台北嘅建议，小旅客系为此类做此类水，两件共同嘅欧洲水，随轨流到匹配器。